而家問題只不過就係阿根廷咧會唔會再俾多啲壓力嘅啫？如果要俾多少壓力嘅話咧，肯定仲有波人嘅。好啦，俾右手邊殺入禁區邊，美斯6-0，哇！阿朗尼驚啦！今屆世界盃新增嘅最佳年青球員獎，睇嚟美斯會係個頂頭大熱啦！如果你今日先至開始第一次聽到美斯個名，未遲啊！未夠19歲，佢只係出咗嚟打15分鐘，佢助攻咗一次，入咗一球波，6-0，非常之驚人啊！馬勒當拿當年第一次打決賽周都未可以咁樣。好嘅視圖啊，6-0。咁呢個波真係有啲暈嘅，其實射埋就啱好咧，蔡香嘅守門咧，積域咧隻腳啱啱又係佢兩個攬就過咗。但嗰陣時佢見到係攬美斯嘅。我話你又有㗎，係咪賣畫㗎？頭先呢位仁兄，個個都有嘅喂。好啦，我諗即係俾其他列強知道咗阿根廷今屆所擁有嘅一切啦㗎，邊個？佢哋所有嘅武器都出晒嚟啦喎。所以咪就話得人驚咯，因為嗱，之前你講話巴迪高啊，巴迪